前辈来了，稍等。轩辕家的信鸽，快到武帝城了，总要做些准备。前辈想看也无妨。这是什么？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，有人想杀你，用这个换我不出手。您答应了？我没说话，他以为我答应了。还能这么做？毕竟我是江湖前辈，在江湖混久了，学的也就多了。江湖好险恶呀！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，您不关心吗？我亏欠的是绿袍，仅此而已。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？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，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？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徐骁造了听朝廷，让我能远离江湖，直面自我。这些年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，寸步未离。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，就因为这，已经足够了。赵凯怕是想不到啊，您心中所求平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才没听到赵凯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？福将红甲也是他的，这一路刺杀，都是这位赵凯。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。进来。前辈，原来如此。青瑶姐姐有鸽子，我看见了，咱们要不要烤来吃啊？哇，你要的鸽子。这是飞鸽传讯吧？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？那可不好。既然是正事，还是放了吧。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。轩辕家的鸽子，你说能飞去哪？这江湖上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走路小心点，别掉下船了。多谢青瑶姐姐关心。赵凯怎么收买你的？回前辈，他答应给我白帝抱不绝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确实想要，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。若我帮他害了世子，北凉铁骑会追我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怕徐骁？也怕质子。哎，我说你让我见赵凯，算是试探我？不是。这一路走来，是我欠您的，您不欠我的。所以，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欣然接受。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？他要杀我，本就该我自己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不欠我的。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凭什么人人都帮我，人人都救我？还挺会说话的。肺腑之言。你先出去。把两袖青蛇各印一件开天门使来看看，让我瞧瞧你有多笨。在这儿。有我在，你还怕传漏了？快点！哎，出什么问题了？
建州一塌糊涂。惭愧。不过气势倒是对了。这算是夸吗？到了武帝城之后，我打算跟王献之再打一架。报当年断剑之仇？也没什么仇，本来也没这个打算。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？就想打一架庆祝庆祝。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。我赌你赢。输赢不重要，打得尽兴就好。倒是你，自己要小心点啊！我和王献之交手，必将全心投入，到时候顾不上你。你安心打架，我能护住自己。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。别这么晦气！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。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，可偏偏老了，又遇到了你和江妮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再过个10年100年的，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？我来传剑。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。有信鸽归巢，哪来的？是北凉世子那艘船。备船吧，咱们欠的人情该还了。是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10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王献之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老黄的剑匣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宰辅啊，梳理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。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
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徐骁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还在不在营帐之中？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。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连你我都能瞒住，哼，青出于蓝呐！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过来了。大将军，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。请大将军下令。请大将军下令。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人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谢家，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船后到月行军驿斩查，便能进城。不走那边，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，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，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，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
老黄就是一个人进的场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仙芝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5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仙芝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，他们要拦我。你以为呢？还能怀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仙芝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1碗酒。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顾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仙芝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。
武将洪甲。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打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先之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。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，2个碗，谢谢。这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老黄在府里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。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你全吃了？好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黄，站住！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皇这个名字不重要，
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，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你烤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黄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场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9天之月下垂？何为4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，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9天之云，4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上爷我不在乎你的规矩，今日我来就一定要取回剑匣。你要斩拦，上爷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，
是说造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，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2王先知。王先知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接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王先知，李淳刚来访东海，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都行。当是最强一战。
风景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可惜，这么多箭，少条胳膊没事。春秋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罡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，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重立，有意思。请出手，且看我一剑破之。李剑神、王先知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哎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好活，当赏。这么快没人了？都去了海边，向就近观战。咱们也该办事了。请世子发令。大哥。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徐凤年。你终于出现了。李淳罡不在，不动手吗？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，急什么？他要登城墙，那些武楼定会出手阻拦。
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1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条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
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。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，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，桃花，起。怎么不倒了？那一位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。多谢前辈一箭之恩。多谢前辈6箭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
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，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件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，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，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世子问你话呢，你赶紧回啊！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是什么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
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争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。世人以炉火炼剑，以金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冶，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。好一个剑神李成刚！好剑！李成刚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个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还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。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
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新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。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。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手下留情。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
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。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。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。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。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2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
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。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。剑阵，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邓太阿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逆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
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走了，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心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，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建议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。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东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重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，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空呢。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啦。他还没出全力。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！这么强吗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。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镜匣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里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2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啊，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调息天下战乱，借机掌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
背后的主使者八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，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。换我，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，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！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画地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画地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，想不明白。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。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。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。大师傅。王先知，睡了吧？聊聊啊！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。邓太阿的12飞剑，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，在此有一事相求。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，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。不瞒前辈，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6名武奴，又抢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6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皇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皇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2人未完之事，我徐凤年接着。老皇力战身死，是武者归宿，无怨无悔。这件事儿，我从未怪过您。至于李前辈今日一战，也输了，胜负未决。好，胜负未决，1败1平，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皇，也替李剑神，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
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呀！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献之，这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，他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。重回武帝城之时，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二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，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，都在里面了。当时我是在京城，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，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在。多谢前辈。除他之外，还有谁在？我不记得名字，我只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，差不多吧。对于我来讲，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多荒唐！你别激动啊！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，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三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来，给少爷上酒。他看着哪边？北。
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都这么满。青鸟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凤子云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舒修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。走。去西蜀，曹长卿与西楚公主已然到了蜀地，楚国余孽蠢蠢欲动，朝堂认定蜀地将有大乱。这是机会。正是，朝廷需要有人去蜀地平乱。难道是我？还能是谁？可是，按理说不该轮到我。徐骁不能去。西蜀若归北凉，天下都要姓徐了。顾建堂呢？顾建堂告病，陛下也不敢放这样的猛虎出山呢。也对。西蜀长兵。人们都以为啊，你会永远的把自己困在听朝廷的顶上。同袍忌日，怎能缺席？何况画地为牢，画的就是听朝廷，高处地下，依旧是在听朝廷内，不曾越界。嗯。哎，你说哈，这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，这身边的人呢，是越来越少，这灵位却越来越多喽。总算换回了一场人间太平啊！可他们都看不到了。他们在看，一直在看。
李淳刚一剑破甲2000余，广陵军心胆俱寒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陪了你们很多年的那个李建神，这次他威风了。凤年未曾露面。哎，你说哈，他这次江湖之行，我全都安排的妥妥的，啊，甭管是青州也好，还是江南也罢，我所有的布局可以说是做到天衣无缝了。陈之豹一直未曾在军营露面，无人知道其下落。哎呀，凤年这孩子呀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竟然弄了一场瞒天过海，把我都给骗了。直到最后，我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。要是一直跟着你的安排走，他就是第2个徐骁。啊。他选择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，是一条我从未敢触碰过的路。我的儿子徐凤年，他将打破我的枷锁，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众生。他就是下一代的北凉之王。他会守住咱们的北凉大旗，镇守住咱们一起打下来的天下。这样的未来，这样的北凉王，你们还满意吧？我们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。北凉有了咱们自己的新王。别动手！
消息了。广陵军出动，李淳刚走出马车，一剑横空。结果呢？赵毅派出多少兵马？2000余人。李淳刚一人一剑。一人一剑，此次再无人敢阻拦车前，一路北去了。真厉害！徐凤年呢？出来没有？李淳刚既然还在马车上，徐凤年自然也在，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。有我陪你西行。李淳刚不来，谁拦得住你？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一夜难得睡得踏实。大师傅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已经等不及赶去西蜀了。好。起床了。大师傅，为何不骑马了？骑马，人多眼杂。我们下面的路，走水路更安全。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时快时慢还不停改变路线，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。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，
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8九不离十，而武帝城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她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除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怀疑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。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
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，最好听不到，也不强求。没错。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建成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玉府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啊？江离不是妻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这是我们的船，你先上船。你也来了。往那边过河。骑龙像，阶梯4个都搞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
难怪你要帮轩辕家。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陆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可惜这样的天灾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刀没丢吧？